来看天气愈来愈热哦，民众就爱特别注意热伤害。南投草屯有一个75岁姓陈的老大人，25去田林做事咯，要食豆啊，搁未回去。厝里的人就去田林找人，也毋过哦，看到人已经昏倒伫涂骹咯，嘛无喘气，送病院去救，落尾嘛是救无回来。 救护车赶去现场，紧甲伤患送去急诊室，但是75岁姓陈的老人送病院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，经过急救，有关系救袂回来。我们停好汽车，大概还要200公尺的徒步距离才能够接触到该名患者。那患者的位置是暴露在大太阳底下，已经有一点时间了，所以他身上有明显的大面积水泡，大约等同2度的烧灼伤。 检方验过确认老人的死因是热衰竭。南投草屯这个姓陈的老人，6月25日透早就去园林种菜，但是一直到要中昼的时，拢无返去厝。家属找袂到人，赶紧去菜园，才发现伊已经倒伫田河边，无生命现象。医师表示，最近天气烧热，日头赤炎炎的时阵做工课，水分甲盐分拢会流失，造成热伤害。他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心肺衰竭倒在田里面。 那因为都没有人发现，再加上太阳曝晒，所以造成体表面积的那个灼伤、烫伤的情形。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统计，前2冬6月因为热伤害来看医生的人，2021年有238人次，2022年有280人次，但是今年一直到6月26，已经有436人次，创下最近3冬来上悬的纪录。医师表示，接看到热伤害有慢惊、昏气，也有热衰竭，老人、家囡仔，也有慢性病的患者是高危险的族群，所以除了注意气温的变化以外，民众也要避免伫透中昼的时阵出门。 风拍也有补充够价的水分甲电解质，才会当避免热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